1724年起造的中华开化寺是中华头一间庙寺。为了庆祝今年是建寺300年，开化寺是邀请鹿港龙山寺、分园宝藏寺、社头清水岩等6大尊的观音菩萨来做客。伫咧今仔日，连同开化寺的观音菩萨，是中华寺来巡境，这也是300年以来头摆观音巡境祈福活动。 沿路信众拜香安道供应观音菩萨，这是300年来中华开化寺头摆举办的观音巡境祈福活动。火车一台接一台，请袂少民众来看热闹。我细汉就喊我的妈妈来观音堂拜拜，今仔是300年第一届，所以真特别一定爱来参加。对高雄来的，拄来遮经过看到安尼，感觉真趣味。 1724年起造的中华开化寺，阁叫观音亭，是中华头一间庙寺，历史久长，嘛是地方重要的信仰中心。为着庆祝建寺300年，开化寺邀请鹿港龙山寺、分园宝藏寺、社头清水岩、泰安岩、花坛虎山岩加大庄自分寺，观内6大尊的观音菩萨，加上开化寺观音佛祖，计共7尊观音妈同齐了境。 观音祖伫咱中华一定保护咱所有中华的市民吼，一定300年。所以咱即届这特殊的机会，可能咱一世人嘛拄到即届这个300年，所以咱安排着咱中华关总共有6间重要的观音祖的寺庙来甲咱开化寺吼，希望借一次的机会，互大家感受到观音佛祖的慈悲。 开化寺表示，因为庙寺就伫中华古城的中心，甲地方发展有真密的关系。亲像开化寺是佛教信仰，所以4苦练等有袂少素食达。即摆系列活动就安排行大活动、素食文化讲座，要互大众了解民间信仰甲生活相牵连的所在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